习作的习是标题那个白色字那个床字部那个才是啊，跟那个病是同样床字部才是啊。蛋白质要纯的蛋白质啊，纯杏仁粉。中医是说那个有胃溃疡的，也要泡那个纯杏仁粉，来喝。像杏仁奶呢，纯的杏仁奶，就是要帮助细胞增生，纯的蛋白质，纯的杏仁粉，植物性的就可以了。蛋白质植物性的比较好吸收，纯的杏仁粉。